網絡詐騙手法層出不窮，星島申訴王近日再收到事主申訴個案。我哋拆解翻騙徒透過虛假保險扣費短信，又呃又氹咁呃走超過200萬嘅案發過程。呢件事嘅主角陳女士係做護士嘅。舊年12月28號，佢喺外地旅遊期間收到一個聲稱嚟自保險公司嘅短信，話佢名下一份保險就嚟到期，期滿會自動喺銀行戶口扣48000蚊保費。陳女士同晚飛返香港，諗住打電話到保險公司熱線查詢啦，點知過咗服務時間，心急嘅佢就按短信指示電話打過去，咁咪落入咗騙徒精心設計嘅詐騙陷阱咯。個自稱係保險公司講普通話嘅兩聽嘅，咁但係當時我話講普通話我唔識聽收線，但之後咧就轉咗有一個咧就口音係有廣東話嘅男人就同我講，咁佢就始終係視障嘅，咁佢就冇露過面啦。咁但係佢咧就自稱係某一間銀行嘅職員嚟嘅。咁就話如果想取消呢個保費嘅話呢，咁就要跟佢嗰個指示去做咯。咁佢就要我俾一啲資料佢。當時我入嗰啲資料過條數嘅時候呢，其實呢，當時有其他電話入嘅，佢就叫我唔好聽。如果聲稱呢一斷咗嘅話呢，咁就會係取消唔到，又要重新再做過嘅咁樣。咁當時我覺得佢搞到我好亂啦。咁所以不知不覺間我就跟住咗佢嗰啲咁嘅方法去轉數咯，咁樣我有質疑過嘅，因為我已經好似見到啲錢係轉走咗，咁但係佢就話呢啲係保證金嚟嘅，佢話之後係會俾翻我，即係入翻落我個戶口度嘅。佢話唔信嘅話，咁佢有搜過佢嗰個職員證啊、身份證俾我睇過咯。咁所以我咪嗰刻我就信咗佢咯。我見到係好多途徑啦，嗱我見過佢有喺 Alipay 度轉啦，有 WeChat Pay 度轉啦，亦都有係轉數快啦，同埋有啲戶口個戶口嘅都有咯。佢一聯絡到我嘅話，佢就可以喺譬如話短至5-6分鐘，佢就叫我做一次。總之一電話接通嘅話，佢就叫我晚去轉錢入去認證呢啲戶口先可以做得到。究竟騙徒有幾狼死？根據事主提供嘅圖片，騙徒每隔一段短時間就要求事主過數，結果由28號起夜晚11點28分去到凌晨0時08分嘅短短40分鐘入邊，轉賬咗6筆，加埋接近58萬港元到指定戶口。女事主形容騙徒揸乾戶口或者信用卡入邊所有可以套現嘅現金為止啊！對方嘅胃口越嚟越大，仲要求事主咁做添。佢又曾經去叫我，你嘗試去問人借，我仲去邊度借？我話你根本已經喺我啲 credit card 度攞緊錢出去添啊！咁跟住我後尾，我覺得真係冇可能啲錢翻嚟啦。我亦都覺得真係似係一個